哎，听，这是米袋的引导呢。也吃这个是个我都嘛觉得，我票几十的米石头的生意也就做起来当啊。有阿夫阿爸，这个这里的瓜是那个电视呢，有那20的我都嘛做，20的嘛敢吃。我的毛不的，我票个几十的米一样哦，我票个电视呢，去敢吃哎我呢，听啊，去也制作吧，去装啊，米石头的我。今嘛吃有的过年是年一个年米才做的呢，有啥都点的装哦。忙啊，我讲我都别过讲哦，有米那边爱米，一直过，也就做只是你说那边石头应当啊。那么阿里大个都别过几十年，不花那边这个吃过没？咱们吃过嘛？他那那里米中哦，不快中的，咱们吃过嘛？路边几十。大吉，路票几是哪什么也有的话有做卡过也是有的你的话才做的哪是米个吃了么？哦，我这个是那米瓜嘛，搞吃啊，意思么？阿里大么大里几中哦。路票过那去搞吃啊，过里我过里的米都得这个吃过，路票的几十的米都得这个过。我记得我。大吉的瓜是一在一多了不？妈我路票的米的我这个嘛搞吃啊，我记嘛的。别他们好不光不快的。大吉那个嘛那里的干了么？差不嘛。啊，我听你咪自己的婚姻门来的话，你可管你养不难啊那，你谁的我行啊？你什么别去的那难打不啊？这都在吃了哇。啊听嘛那，查了去查，啊米的伊嘛去是那关呐，这吃的米的可以搞吃啊，查你嘛的，这个我米的伊嘛水喽来呀哦。老龙妹，是的，你还咋还你拉个？哎，我米啊，这些做个20副嘛，这些是够拿不这个，这嘛是我的嘛，这过那个，你我没谁的我的嘛，他的嘛在老龙妹什么，你都不过20的嘛，搞吃嘛，你干么吃的？这光是一个都在老了哇，什么？你什么别去个嘛拿去木哇？你什么别去那难打不行？阿姆家去在做的么？这关键是也是。你得很点另外那边的嘛，那嘛那当我噻，对，一个来呢。呀。